呢200幾位大專生用盡工程知識，喺10個月時間，終於研發出識打籃球嘅機械人啦！Check the robot first. Check the robot first. 我 feel 到個熱誠，張台真係有用嘅。哇！過去2集深入了解咗一班參賽者嘅技術同戰術，今集終於嚟到熱血沸騰嘅比賽日，一幕幕精彩嘅畫面即將向大家展開。今年 Robocon 係有史以嚟第一次允許機械人碰撞。比賽前一日，裁判同各隊就落場熱身，拿捏下犯規嘅鬆緊度。撞開，係冇錯 ，good job。今年其實係 Robocon 咁多年第一年，我真係完全俾2部唔同 U 嘅機械人有衝撞嘅地方。咁我哋都要好清楚知道究竟原來點樣為之一個合法嘅衝撞，點樣為之一個唔合法嘅衝撞。跟住個判決係點樣樣，所以我哋嗰條線我哋要知道得好清楚。衝咗先，因為一般上係後嘅。係啊。咁所以就衝咗先就幫咗先，我都想問，我都想問。因為 FAQ 係有曾經講過話，進攻方需要完整喺得分區入邊，先至可以獲得嘅呢個得分嘅 advantage。喺裁判頭痛緊嘅同時，有參賽者就擔心另一條賽規。8秒過半場係一個好大問題，對於我哋嚟講，8秒過半場時間好似一閃即逝，另外嗰12秒都好似好快過咗。一個難度位。如果你8秒你過唔到場嘅，咁係一個 violation， 跟住之後就會攻守互換咁樣。咁所以點樣去令到自己唔 violation 啦？咁佢哋就一定要係喺8秒之前係要拍到波，同埋係或者係傳到個波俾自己嘅隊友。個比賽入面，我感覺上嘅就係可能有一半嘅隊伍其實都未能完成到8秒呢個可以過到半場呢個 criteria。對某啲隊伍嚟講，可以過半場再射籃真係佢哋嘅願望之一，因為部機順暢地喐到已經係萬幸。呢個手感非常好喎！我就係揾你扮亞運啦。點樣扮啊？點做啊？可能你就係周圍走咯。非常之誇張，非常之開心。係啊，真係第一次見，真係。爭好遠你嗰個速度。一眾 Robocon 參賽者面對咁具挑戰性嘅賽規，究竟會發生咩事呢？機與機之間嘅碰撞，會唔會造成人與人之間嘅摩擦呢？而家就跟住我哋一齊去睇比賽啊！早前大會經過抽籤，將13隊分咗 A 至 E 組，每隊喺小組入面會進行2輪對賽，之後根據得分排名再選出8強。小組賽最矚目嘅賽事就係死亡 A 組嘅對決。長期處於本地賽榜首嘅3大院校，準備鬥過你死我活啊！對 CU Airdropper 啦，咁對冇拍波嘅隊伍咧，防守嘅最大嘅第一個要點咧，就係防守冇攞住波嗰部機，令到佢哋去唔到一個啱嘅位去到接個傳波咧，咁亦都會大大減低佢哋可以成功射到波或者成功 advance 嘅機會。我覺得我哋冇拍波並唔係一個優勢，我哋賽出嘅戰略係唔被對手干擾嘅，咁對手做啲乜嘢其實都唔係好影響我哋進攻。即將進行嘅就係第一組嘅比賽啦！而家請第一組出場嘅同學先，包括咗嚟自香港中文大學嘅迎南二上，對住香港科技大學嘅火之龍。藍色進攻 ，ready for the game。Start。科大火之龍完美執行預定策略，就係 mark 實冇拎住籃球嘅機械人，阻止對手接波。但迎南而上嘅無死角接波機並非浪得虛名，輕易進籃。藍組得分2分 ，possession change。紅隊進攻，預備3、2、1，start。
火之龍憑住順滑嘅車底就到咗中場拍波，迎難而上升降機出動干擾，令科大射失第一球。之後嘅進攻都同樣射失啊！最後迎難而上，連續2輪進攻都穩定使出傳接射嘅策略，而對手嘅防守亦冇構成威脅，最終取得7分。而火之龍就捧蛋離場。End the game。好，第一場嘅賽事結束啦。同屬 Group A 嘅港大總隊長 Angus 接下來就對火之龍，佢又點睇呢場賽事呢？ UST 佢哋嘅機種咧就唔係好過到一個2.4米嘅網，我哋2部機都有個2.4米嘅網去擋住佢嘅時候咧，對於我哋可以阻止佢哋甩分嘅機會係再大咗好多。其實佢哋個車底係快嘅，咁但係今年我哋喺個設計上面都花咗好多心血，令到個車盤嘅重心越低越好。咁其實變咗做，其實我哋嘅車底速度其實唔會輸佢哋咯。上場捧蛋嘅火之龍喺最後一場小組賽，可唔可以嚟個絕地反擊呢？1 start。藍組 foul pushing， 紅組犯規得分3分。藍隊火之龍一開波就連續犯規，一共送咗6分俾對手。港大格物其後再入一球3分波，以9-0取得極大優勢。輪到火之龍進攻，格物唔小心推喐對手，令火之龍有0的突破，取得3分。foul 犯規得分3分。火之龍食住個勢，入一球2分波，追到12-5。藍組得分。火之龍因為連續犯規，一共送咗9分俾對手。最後喺各有入球之下，準程度較高嘅格物以21-7大比數勝出。見到 UST 真係比較多衝撞，而我哋係守得比較保守嘅，目標就係唔好翻落嚟到人哋，即係唔好有任何犯規，咁最終就可以拉開到個比分咯。UST 喺先前已經輸咗一場，如果佢再輸多場就會出唔到線，所以佢今場嘅壓力都好大嘅。下一場將會對 CU， 亦都係上屆嘅冠軍，陣間都會全力以赴對陣 CU 嘅。4部高薪機械人嘅對決喺各有入球底下，最終以更高準程度嘅迎難而上，以6-0勝出。紅組轉睇下 B 組，有第1年參賽嘅香港浸會大學對戰香港大學明德同香港城市大學夢一城。浸大機械人團隊前一晚通頂改機，但今日部機突然喐唔到，大家都好氣餒，想退出比賽。點解我咁早放棄？我已經 enjoy 完個過程啦，唔係個結果已經唔重要啦。其實通關到兩晚訂，咁琴日我哋第一件事就首先會將嗰個底部嘅部分打散晒啦，咁就度翻啱嗰個比賽要求嘅。其實我哋朝頭早出機嘅時候都仲糾結緊，究竟今日嚟唔嚟咧？但係我覺得係對自己即係過去呢1年或者琴晚過嗰2晚通頂啦嘅一個好好嘅交代，算係叫做我哋冇放棄到。喺大會積極支持底下，浸大最終恪守體育精神，決定出賽。由於浸大嘅機械人喐唔到，所以對住香港大學明德同香港城市大學夢一城都可以話係對手嘅表演賽。即係同一開始我哋預想一樣，但係盡咗力。咁樣都同可能過去呢1年我哋大家所付出嘅嘢，即係都講翻佢哋辛苦晒，大家都好正，其實好叻㗎，大家辛苦咗1整年，大家終於可以唞下啦。C 組入面有香港科技大學精龍對戰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y 神機妙算。Ivy 神機妙算第1場手掣失靈，機械人唔係好喐到，被精龍輕鬆取勝。
去到第二場 ，Ivy 神機妙算喐得順暢咗，可惜8秒內過唔到半場。而科大蒸籠準程度亦都令人失望，最終只係以2-0完場。再睇下 D 組，入面有香港城市大學夢成真、香港中文大學全神貫注同香港教育大學老師。夢成真喺第一場就甩碌，亦都未能完成8秒內過半場，最終由中大全神貫注以3-0勝出。之後就由大家引頸以待嘅教大床戰出戰中大全神貫注啦。教大嘅 R1 臨場喐唔到，只可以靠床戰做防守。懷疑張床真係有震攝到中大，令中大僅僅以6-0完場。2米4嘅氣展床係會令到我哋嘅傳接射係有一定嘅挑戰，再加埋佢嗰個唔透光咁樣擋咧，令到我哋人手 fine tune 嗰陣咧係有一定嘅困難性嘅。正所謂 engine 就係將日常生活中用到嘅嘢運用喺唔同嘅地方咧，咁樣佢哋係好充分咁樣去做到呢一樣嘢，咁我係非常之佩服。今場輪到男組教大對戰紅組嘅城大夢成真，教大 R1 喺今場仍然喐唔到，但憑城大夢成真犯規獲得3分領先。男組犯規得分3分，全場觀眾都相當激動啊！但城大嘅炮台係有實力㗎，射出接近籃框嘅入球。同時因為較大推撞獲得犯規得分，最後兩隊同分啊！3分。因為分數打和，要靠擲銀分勝負。究竟張床可唔可以為較大入8強呢？下一節翻嚟話俾大家知。上回講到，教大同城大夢成真喺小組賽同分，需要擲銀去分勝負，最後由藍隊教大勝出。我哋擋到少少都係進步，有進步真係有未來，有未來真係有 AU。Let's go！輪到 E 組出場啦，有香港理工大學理基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另一支隊伍逆境傳奇出場。兩隊喺比賽都有機械人壞咗，加上8秒內過唔到半場，但係大家都好有體育精神，掙扎到完場。最後由理工大學靠擲銀勝出小組賽。紅組。經過13場小組賽，8強結果出爐啦！最令大家跌眼鏡嘅，相信係科大火之龍落榜。另一方面，較大實力上嘅躍進，令佢哋參賽6年來第2次晉身8強。而理工大學靠擲銀嘅運氣，亦都擊敗 Ivy， 可以玩多場。較大8強真係好興奮啊！依家唔得閒，因為要執部機做第3場 game。我玩咁多場 RoboCon 以嚟第一次玩第2輪。叫咗準決賽嗰2隊出去 stand by 先。好。城大係近年不可忽略嘅潛力股，今年就有夢一城晉身8強，但佢哋炮台重心唔穩定，射波又出現問題。唔知嚟緊對戰港大明德會唔會趕及回魂呢？我哋而家就較慢，因為 iteration，so far 一個設計嘅少少嘅缺陷，就要用機手去彌補咯。名次盡量想高嘅，一定嘅。接住落嚟係第一場8強賽，城大夢一城會對戰首名出線嘅港大明德，絕對係一場硬仗。即刻睇下佢哋發揮成點啦！預備，3、2、1 ，stop！取得第一個進攻權嘅夢一城傳波失敗，之後 R2有努力做好防守，可惜明德嘅炮台太屈機，基本上球入。
夢一城 R1 全場賽事都棘咗喺射波度，比賽最後以12-0完場，由明德勝出。一開始佢個問題就係個軟硬度唔啱，所以佢自己個波出唔到嚟。我哋機械個 setting 最緊要取決於個波嘅大細。我哋個波唔同咗，始終個 setting 都會唔同。有努力過啦，同班朋友仔一齊努力過就都幾青春，都開心。另一場嘅賽事啊，下一場就由科大蒸龍對戰理工大學理基。科大今年可以走到幾遠，就要視乎今場表現啦。Ready for the game， 紅組進攻，預備3、2、1 ，start。比賽開始，理基出師不利 ，R1 壞咗底盤，未能出賽，但蒸龍都未能把握進攻機會，基本嘅傳波同拍波都失手。比賽過咗一半，蒸龍進攻時撞到對手犯規，被判失去進攻機會，連最後一球亦都射失埋，最終以0-0完場。由於蒸龍犯規次數比理基多，所以由理基出勝，繼續晉級。而蒸龍就相當失落，因為意味今年科大8強止步。我哋對於規則、對於場地、對於嗰個速度上嘅限制，同學嘅適應程度係有所偏差。當我哋輸咗比賽之後咧，咁其實都同學生做翻啲檢討，無論喺技術上面啦，同埋就係話喺點樣做訓練啊、適應上面嘅話，我哋有乜嘢可以再做得更加好？對賽規嘅研讀判定嘅話，有更加好嘅做法啦。咁我哋希望就係下一年再接再厲。嚟緊呢場係藍隊中大全神貫注對紅隊港大格物矮仔同高佬嘅對決。中大全神貫注表現失準，拍球失敗，而港大格物穩打穩紮，基本上球入。全神貫注先後靠對手2次犯規得分，都有6分落袋，追到平手。但格物射出完美嘅3分波，再度領先。隨住全神貫注射失最後一球，連8強資格都射走埋。比賽以9-6完場，由港大格物勝出。最後一場8強賽事由中大迎難而上對戰教大老師，靠住將闖入8強嘅老師，睇嚟泄咗道氣喎。係啊，住打咁耐㗎，有冇得泵多啲啊？但係冇啦，你頭先係泵幾多？好盡㗎。張床都冇諗過自己可以行到咁遠啊！即刻睇下佢捱唔捱到呢場160秒嘅8強賽啦！你都見到咧，我哋最有價值床褥咧，亦都翻出嚟啦。較大嘅床墊順利充氣，努力企喺迎難而上2隻機械人中間，唔俾佢哋傳波。但中大嘅升降機完全不受威脅，連環入球。紅組得分。由於較大 R1 未能開啟程式，由頭壞到落尾，中大迎難而上，最終以10-0勝出呢場賽事。較大嘅能力同創意係有目共睹嘅，今年雖敗猶榮啦。呢幾年一直都好自豪一樣嘢，就係雖然我哋同其他好多學校咧係比唔上啦，咁但係我哋都 keep 住係每年都 keep 住進步，去到今年我哋自己個感覺係開始即係追到好多大學嘅水平，亦都見到我哋新人可以傳承我哋之前有嘅嘢，然後繼續整啲更好嘅設計出嚟，覺得我哋自己嘅目標係達成到。4場8強賽一共淘汰咗4隊。經過多2場4強賽，終於可以睇季軍戰啦！選手分別係理工大學理基對戰香港大學格物。紅色賽區嘅係香港大學格物，藍色賽區係香港理工大學嘅理基。3、2、1 ，start。紅隊港大格物取得首個進攻權，理基嘗試防守，但都俾對手入波，格物穩袋3分。3分。其後理基 R1 每輪進攻都未能拍波或傳波 ，violation 8秒。而防守策略亦唔係好奏效，最終港大格物以9-0輕鬆取勝，贏得本地賽季軍。得分3分。
嚟到冠軍賽係旗鼓相當嘅港大明德對戰中大迎難而上。Con U 啦，佢個 linear shooter 其實都係好準嘅。咁佢可以過咗半場少少咧，其實就可以喺佢嘅射程範圍入邊，就算你有2.4米高，你都幫唔到佢嘅拋物線。同強嘅對手打啦，其實我哋嘅勝算我都會話係唔開咁樣，即係15年冇贏過。咁其實大家都好想贏，大家都想出去國外，再睇下大家嘅比賽，大家都好想贏冠軍。兩隊機械人設計相似，實力相若，各自經過1年艱辛研發，終於抵達終極一戰。究竟邊隊可以脫穎而出呢？紅組進攻 ，Ready for the game， 預備，3、2、1 ，Start。紅隊迎難而上，取得第一個進攻權，只係用5秒就將波傳咗俾隊友。藍隊明德2部機械人努力阻擋對手傳波，成功令迎難而上交接失敗，失咗第一球。迎難而上以牙還牙，嘗試以同樣方式阻擋明德進攻，可惜唔奏效。明德射入3分波，領先對手。藍組得分3分。輪到迎難而上進攻 ，R2俾明德逼咗去牆邊，幸好今次接得穩個波，再成功入籃追到平手。紅組得分3分。明德 R1 靠拍波成功過半場，而迎難而上車底非常流暢，落力防守亦冇撞到對手，但都敵不過明德準成度好高嘅炮台，明德再度領先。再次到迎難而上進攻，可惜交接失敗，分數未能追上，唔緊要，比賽未完，仲有機會。明德食住個勢嚟個快速進攻，哎呀，心急咗少少，射失一球。迎難而上再次進攻，但兩隊機械人撞埋一齊，連裁判都睇唔到邊個撞邊個，唯有咁判啦。Stop moving。由於無法判決邊個 foul， 兩個分離半米。3、2、1 ，start。比賽再度開始，迎難而上部接波機踩住中場線，觸犯比賽規則，即時失去進攻機會。紅組 violation，possession change。明德展開新一輪攻勢，只要成功入球就可以奠定勝局㗎啦。迎難而上盡最後一分力防守，但明德炮台太強啦，成功射入3分波，拉開分數差距，奠定勝局。呢1年嘅努力得到肯定，大家終於可以去蒙古啦！能夠擊敗4連霸嘅中大絕對唔容易啊！雖然中大冇得冧莊，但都打咗場好好睇嘅比賽。冠軍港大明德，恭喜晒！大家都辛苦晒。佢坐喺度，見到 Con U 支炮都好準啊！見到都真係，哇！點做啊？佢究竟係的確技不如人，係輸得心服口服。嚟緊嘅國際賽，希望 Con U 可以為港隊出一分力。恭喜晒！恭喜晒！多謝 B。係啊，加油啊！去 ABU。OK。有冇想象到我真係可以嚟到呢一步咧？就冇。我會話係激動嘅，同埋感謝嘅。我哋呢條 team 係有實力喺香港賽區啦，甚至喺國際賽區度咧爭到呢個冠軍。我會好想同日本隊嘅東京大學去打嘅，因為佢同我哋嘅戰術差唔多，但佢哋就有一部跳機。咁其實佢哋個跳機咧，我會話係一個好驚豔嘅機械人嚟嘅，而我好想同佢溝通啦、交流啦，甚至可以去同佢對賽。蒙古見！下星期最後一集，我哋就會跟港隊飛到蒙古，同世界各地嘅頂尖機械人進行更激烈嘅比拼。記得繼續留意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賽，青出於藍。